各位觀眾大家好啊，我係 Professor Papa。呢個暗網探索嘅系列係會同大家探索一啲 Deep Web 上面嘅網站。咁之前都同大家介紹過 Deep Web 入邊嘅生態環境，相信大部分人都知 Deep Web 係咩一回事噶啦。如果你仲係唔係咁了解 Deep Web， 或者係想睇一啲喺 Deep Web 入邊嘅神秘文件，係可以喺我嘅 channel 入邊睇翻我啲片噶。而今日我想帶大家去睇嘅 Deep Web 入邊嘅論壇，究竟 Deep Web 入邊嘅網民係對啲乜嘢感興趣？佢哋之間又有啲咩共同話題？我哋要睇嘅呢個論壇係一個貼圖版嚟噶。咁其實呢 Deep Web 上面大部分嘅討論區呢，都係以一個貼圖版嘅形式存在嘅。咁其中一個原因呢，係呢啲模仿 4chan 嘅貼圖版已經係一個非常之深入民心嘅文化。而另外一個原因係普通網民使用 Deep Web 嘅網速有限，所以貼圖版簡單嘅版面設計可以為瀏覽 Deep Web 嘅人慳翻好多資源。雖然呢個網站係好似 4chan， 但係佢除咗係用特殊嘅瀏覽器先至上到之外，仲需要輸入密碼先至登入到。咁打咗密碼之後呢，都係要等一陣先至入到噶，因為喺一般情況下，瀏覽 Deep Web 嘅網速係比平時我哋上網慢好多好多倍。咁喺首頁上面呢，我哋睇下佢寫咗啲咩啦。咁呢度就寫咗啲警告字句，叫你唔好去撳縮短咗嘅網址，或者去安裝一啲你唔熟悉嘅軟件。佢亦都有提醒，一定要用一啲特殊嘅瀏覽器去保護自己嘅私隱。咁下邊亦都有信息提醒網民，呢個網站係有好多冒充 admin 去進行詐騙嘅騙徒。如果你信咗呢啲騙徒嘅話，你好可能永遠都見唔翻你啲 bitcoins。我哋可以喺左邊嗰欄見到呢個討論區係分咗好多唔同種類嘅內容噶。較專門嘅呢，可以有文學、數學、音樂、哲學同埋宗教等等。而輕鬆啲嘅話題都有動畫、漫畫同埋一啲遊戲或者係 DIY 嘅內容。跟住進入咗呢個國際版面，一個字都睇唔明，咁都係正常嘅，話晒都係國際版面啊嘛，咁梗係有嚟自世界各地嘅人喺度留言噶啦。咁而家可以嘗試睇下有冇英文嘅留言。好啦，呢度有一個，咁呢個匿名嘅網民呢，就話佢自己俾人拉咗，而嗰個都係一個都幾嚴重嘅罪行嚟嘅。佢話佢可能係俾人判緩刑2年或者係坐1年監噶。然之後呢，佢竟然話佢想離開呢個國家走佬喎。咁就咁睇樓主佢喺呢度分享呢啲經歷呢，就好似冇咩人理佢啦。呢度就有另外一條留言啦，佢話佢需要一個美國或者係英國嘅銀行戶口，會有人匯一筆錢去呢個戶口，然之後戶口持有人就可以攞 30% 走，剩低個 70% 呢就過數俾開 post 呢條友咯。正如樓下留言所講呢，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出名嘅詐騙嚟噶啦。開 post 嗰條友嘅真正目的係乜嘢呢？佢係想用呢個銀行 account 去洗黑錢啊！唔淨止喺 Deep Web 上邊啊，其實喺香港呢都有呢啲 case 出現過噶。所以提醒睇緊呢條片嘅觀眾呢，如果你做暑期工或者 part time 嗰啲啊，而嗰個工作內容呢，只需要交出嚟嘅銀行 account 俾佢哋過數嘅話呢，咁你就好可能已經中咗伏，變咗人哋洗黑錢嘅工具噶啦。大家可以見到下邊亦都有個留言串翻個樓主話，我有個水牛嘅路，你可以詳細解釋下要做啲乜嘢。佢嘅意思即係話呢，你要好似水牛咁蠢先至落搭噶。咁我拍呢條片嘅另外一個目的呢，亦都想警惕大家，上 Deep Web 係一個非常之危險嘅行為。喺 Deep Web 上面係有好多呢啲騙徒同埋 hacker 對你虎視眈眈，所以大家冇必要呢就唔好上 Deep Web 啦，亦都唔好參與任何形式嘅犯罪。我係諗住由淺入深去帶大家睇 Deep Web 上面嘅網站，所以下一集係一定會有更多更精彩嘅內容。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或者上 Facebook 俾個 like 啦。